水阁好，国称解水2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解水，要解水就要先研究。今日来研究讲，台湾话内底有真侪对日本话汉字扣过来，咱照发音读的。咱较早定咧讲大切啊，即马老辈才会晓讲。少年家听到大切啊，都唔知影啥哩，原来就是乌头啊车。不过对汉字来解说，咱想无咧。单独原因就是讲，日本人伊汉字就安尼写。今日咱先来讲好野人话拢带别庄，即句别庄，咱嘛知影讲就是单独一栋起的透天的，迄叫做别庄。当然啦，即马原来有迄个规排透天的人讲叫做小别庄。啊，好野人咧带的别庄即2字，原来日本话上无毋对，人日本人就是安尼写，所以台湾人甲扣过来。哇，你敢若看嘛，知影讲别庄即2字，即2庄就是解说讲啊，迄落厝较好过，别庄好野人咧带。当然咯。讲到别庄，咱就想到较早台语片吼，有迄落真好过的人带别庄，啊，毋过吼医生就爱来到咱家来甲看诊，看一个老妇人，看一个老太太，看伊身体病痛啥款。咱毋是去医生馆啦，毋是啦，是医生来到咱家。这日本话讲叫做往诊，台湾人原来扣过来，无毋对，这2字原来对日本汉字扣来往诊。当然啦。较早古早的台语电影吼，2款情形爱往诊，一项就是讲，这个家庭医生，国政头拄我讲的，带别庄的，咱唔免去就医生，医生爱来就咱，这原来有。搁另外一款情形就是，老母已经咳嗽，已经加岁啊，3期年半，医生馆已经无开，人嘛已经病重甲讲艰苦甲无法度行出门啊。毋过是散车的家庭，即摆要来拜托医生讲，来阮兜甲阮看往诊。结果就爱加问一句，问讲啊，医生先生啊，往诊了唔知安怎算？往诊了即日了，但日本解说就是金钱，所以咱日常生活即马还有一句咧对答讲无聊的。来国情啊，来到台南拢看我，安尼来高雄拢看我，你食无聊的就免惊。意思讲国情啊吼，去到遐拢人招待。唔免出钱，这讲叫做无聊的。即摆日常生活中，咱嘛常常还搁咧应用即句话。啊，原来对日本汉字来，无毋对。甚至讲真侪朋友去到日本佚佗，咱嘛看到人因店头的看板嘛是写一个讲，你若点即味菜，另外小送这吼小菜无聊的，原来对日本话来上正确。今日特别招你研究，拢是日本汉字，咱台湾话吸收过来的用词啦。